今日咧帶大家嚟到中半山一個老牌豪宅竹林苑。咁呢度咧發展商咧過往咧都係自租不售嘅啫。咁過去隨住嗰幾個月咧，發展商拆售咗某部分單位咧，呢度咧銷情都相當火爆。因為呢度咧無可取替嘅尊貴地段啦，同埋地理位置有一個好方便嘅位置啦。咁咧今日帶大家嚟到咧參觀一個頂層嘅複式嘅巨無霸超過2700尺嘅單位。首先我哋就嚟到第一層嘅客飯廳啦，成個客飯廳咧間隔分明，呢度咧有一個對流窗可以做一個飯廳嘅位置，再嗰度嚟客廳呢邊咧都可以感受到個空間咧好寬闊。咁我見到咧呢邊咧兩邊都有對流窗，右手邊嗰邊個對流窗咧可以遙望咧一個遠處嘅跑馬地景觀，喺度咧望翻出去咧就望到成個灣仔嘅城市景觀，同埋右邊跑馬地嘅景觀。呢個成個單位咧，發展商已經裝修過，包括廚房裏面咧，可以見到已經配備晒咧所有設備，而且咧成個廚房嘅空間咧，工作台面都係比較多。發展商咧仲利用咗呢個樓梯嘅位置咧，做一個儲物間。再入面咧就係一個老牌豪宅先會成日見到一個咁大嘅工人嘅工作間啦，可以見到洗衣機啊呢啲，咁工人咧就可以自己喺度做嘢。裏面咧仲有一個工人嘅套房。再入到嚟睡房區啦，可以見到咧走廊咧發展商咧都做咗啲儲物空間啦，咁可以見到好多空間可以利用嘅。咁首先咧右手邊咧有個客廁，咁客廁呢邊咧個空間都係非常大，而且咧通常咧舊式咧係所有嘅洗手間都有窗戶，可以見到呢個空間咧足夠有一個浴缸同埋企缸嘅位置。首先我哋嚟到第一個睡房啦，可以見到咧呢度每間嘅睡房咧間隔都十分四正嘅，而且咧右手邊發展商咧都擺咗一排衣櫃嘅儲物空間。咁咧有啲客就會覺得咧可能咧舊式咧個窗唔係好大，但係呢度咧有一個三角窗咧，就增加呢個採光咧同埋觀景嘅角度。有啲客咧唔中意舊樓咧，就係因為舊樓冇露台、冇戶外空間。而呢間特色單位咧，就啱啱好彌補咗呢個缺點。一行到咧出嚟咧，見到咧呢個單位有自己一個空中嘅花園，面積都唔細。喺呢度咧可以遙望咧成個中半山，前面咧灣仔景觀咧，同埋右手邊咧成個東半山嘅景觀。雖然個單位咧講就係3房2廳，其實呢度咧做一個暗房嘅位置啦，可以做一個娛樂室或者一個家庭廳。如果覺得咧裏邊呢間套房嘅空間比較細嘅話，其實呢度咧都可以咧做大呢個房嘅空間。而呢間房咧比較特別咧，呢度咧仲可以直出呢個空中花園平台空間。經過室內樓梯咧，再上嚟第2層咧，就係成層都係主人房嘅空間。咁發展商咧充分咧利用咗啦，右手邊度咧主人房前面咧擺一個到頂嘅儲物空間。主人房睡房嘅空間咧，可以見到個空間咁係非常寬敞，因為咧
呢度咧左邊右邊咧都分開咗男女主人兩個唔同嘅衣帽間，可以見到裏面咧個儲物空間咧都可以見到係非常之多。咁剩翻主人睡房嘅空間咧就可以充分利用做其他嘢啦。咁可以睡床擺喺呢邊，咁喺觀景窗嗰邊咧擺個按摩椅，側邊擺個偏廳，而右手邊咧仲可以做到個書房嘅空間。另外一個特別之處咧，就呢間主人房咧連接住第二個嘅戶外空間，可以見到呢個咧第二個呢個空中平台花園咧個空間都係非常大。呢度咧南北對流咧兩邊景觀都欣賞到，後面就係我哋呢個山頂嘅山景，而前面咧就係擺攬成個城市景。呢個平台嘅空間咧，仲可以咧通往呢個主人嘅套房位置啦。主人房嘅洗手間咧，同樣空間感咧都係比較足夠。呢度咧有一個浴缸同埋企缸嘅位置，而且有兩個洗手盆，非常有氣派。如果有興趣睇樓或者攞多啲資料，朋友歡迎聯絡片中嘅電話。睇完片嘅朋友，希望可以多多支持我 channel，關注我。我哋下次再見。